今日咧我哋又嚟到網球嘅最高殿堂咧，係溫布頓啊！記住溫布頓唔係溫布萊，溫布萊咧就係足球嘅殿堂地啊！原來咧喺溫布頓咧有好多規矩嘅喎。最經典嘅一條咧就係所有人咧，包括運動員啊，必須咧就全身着白色。我冇講錯啊，不過唔係依家，係時光倒流去到19世紀。網球咧就係上流社會嘅社交活動，佢重點咧就係優雅體面啊，唔會俾你咧就係感覺到咧哇成身咧濕晒啊出晒水咁樣嘅嚇。咁但係你又諗下，如果你着啲有顏色嘅衫咧，哇出汗啊，哇會見到咧即係啲汗跡啊，旮旯底嗰啲汗出晒嚟，哇好鬼肉酸噶嘛，係咪好失禮啊？咁呢個喺貴族圈咧就可以叫做咧叫社交死亡喎，幾嚴重啊嚇！白色就唔同啦。濕咗咧，出咗汗咧，最多咧就係變咗透明啊！顏色就唔會覺得咧有咩大問題嘅嚇，仲維持住咧嗰份白色嘅優雅假象。呢樣嘢咧根本就係古人咧最強嘅遮醜時尚啊！冇諗到係咪咧？呢個沿用百幾年嘅白色傳統咧，最初出發點係咁實務、咁優雅嘅嚇，令到咧紳士淑女咧可以流汗，不過流咗汗咧你都唔係好覺啊！運動冷知識就幫你睇穿咗優雅背後嘅真相啦喎，下次見啦〜